大家好，怡田開箱又嚟啦！我係心開，我係雙雙。雙雙啊，話咁快又冬至啦，又到食湯圓嘅時候。係啊，成日都聽到冬至就要食湯圓，明朝民間都流傳住啦，家家舂米做湯圓。之是明朝是冬至，究竟點解會有咁樣嘅習俗呢？冬至食湯圓嘅由來呢，其實係眾說紛紜。其中最通俗嘅原因呢，就係取元以達陽氣。由冬至開始，日照時間呢就越嚟越長啦，以象徵團圓圓滿嘅湯圓嚟迎接，祈求凡事圓滿、合家團圓。咁不如我哋都做一份湯圓，祈求凡事圓滿、合家團圓啦！整完呢個湯圓呢，都要記得食湯圓喎。今期嘅怡田開箱就分享到呢度啦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留言啦，同埋記得留意怡康中心嘅最新消息啊！怡田開箱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